第一 K 617，心率128。第二 K 而家應該13分幾，3 K 20分幾鐘，4 K 2702，135心率，水站。7K 47分幾，8K 咁啊上岸船洲大橋，見到個貨櫃碼頭，咁暫時係54分幾，9K 1個鐘頭，10K 107。12K 顯示係12點幾 K 121。15K 138。而家飲先。啱過咗20K，207，好，一半212，24K 229， 26K 240， 26K 之後27點幾有水準。28K 251，跟住29.5K 又有一個水站，32K 最後10K， 準備入西隧，而家準備33K。好接近39K， 正感覺。想急腳影張自拍都好啦，記得前行，唔好突然之間走翻去後邊咧褪後㗎，咪因為咁樣。